咱继续来关心联署造假的争议。高雄罢免立委柯志杰甲黄捷的负责人池上贤，伫咧昨暗成压核准。不过罢免团体总部今仔日是出面来否认操党员名单这个行为，嘛强调联署的行动是继续来进行。今麦全台大罢免是互调也愈来愈对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打算要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日来举行在野领袖峰会，加强南北合作。检调技术侦办不实联署案，高雄地检署搜查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也佮黄捷的总部负责人池上贤19暗时做着法院裁定归案禁见。民进党立委黄捷讲，两个罢免案负责人承认抄名册做着归案，背后主谋应该出面来承担。今天双罢节的负责人已经承认是他亲手抄的名单，负责提供名册的人在哪里？背后的主谋应该要尽快的出面说明，并且承担责任。怎么会有抄名册的事情？没有，可能有些写的潦草，可能有些笔误，或是有些不清楚地方，我们志工经过查证之后，来重新誊稿，誊稿之后，我们也电话请当事人回来补签个名。罢免团体总部20调开记者会，贺林大签的讲法，强调联署行动会继续进行，警告一兵一卒达成目标。大罢免加深调也对立，也拿就办案提出的祷告议题也受到关心甲注意。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号召群众26集合伫凯道建独裁，也要伫22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举行加民主行和台湾的在野领袖峰会。朱立伦强调，强化甲民众党合作是必然的。今天民众谈倒阁，都是要倒掉赖清德，不是针对的是他的稻草人左荣泰。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制造蓝白对立，更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分裂在野党、分裂国民党。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如果不是要进行福国利民的政策讨论，只是奠基于祸国殃民的政治操作，彼此来进行权力的交换，来获得打击执政党、打击自己的国家，那这场高峰会议存在的意义，实在毫不正向，也毫不正当。警方也侦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委谢龙介发言人杨志武这人，号召群众17暗时到北检外口涉嫌违法集会这个案件。除了报车检察官指挥侦办，俊也正伫整理相关的资料，收集影像。警方最近也通知朱立伦这3个人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